歡迎收睇智叻選購貼士，我係 BC。嗱，咁一踏入5月咧，屋企咧就熱到似焗爐，開風扇都冇用，唯有就要靠冷氣啦。咁但係部機咧已經用咗好多年，又嘈又唔凍喎，咁係時候要換機啦。咁今集咧就會同大家拆解咧點樣揀翻部又靜又慳電嘅冷氣機。你準備好未呢？ Let's go！ 嗱，咁冷氣機咧主要咧就係分兩大類別，咁就係窗口式同埋分體式啦。咁窗口式嘅冷氣機就係最傳統嘅冷氣機種。咁冷氣機咧就安裝喺住宅單位嘅石屎窗台，又或者咧係用吊架安裝喺窗門上面。咁佢安裝簡單，維修費便宜。咁不過咧佢個壓縮機咧就連住機身，咁所以一開機咧就會滾滾聲。咁夜晚瞓覺咧就可能嫌佢嘈啦。咁至於分體式冷氣機咧，就係將冷氣機一分為二，室內機咧就掛牆送風，而室外嘅壓縮機咧就會放喺露台或者係預設嘅室外平台。咁因為壓縮機咧就搬咗去室外啦，咁所以咧就會靜到咧只係聽到少少嘅風聲嘅啫。咁長開咧亦都唔會覺得嘈，但係佢嘅安裝費咧就比較貴，例如係要接駁喉管啦，甚至乎係要搭棚。咁假如你係換機嘅話咧，就可以用翻原本嘅位置。咁分體式咧，仲有一種咧就係叫做窗口分體式。佢嘅室外壓縮機咧嘅體積就比較細，可以直接安裝喺石屎台裏面，再用隔音嘅材料，例如木板封口啦，咁慳位又隔音。咁佢嘅室內機同分體式嘅室內機咧係冇分別嘅，咁而安裝嘅位置一般都係喺石屎台附近，要接駁嘅喉管咧好短，安裝咧亦都係好容易。嗱，咁開冷氣咧就會用好多電嘅，咁點樣先至可以慳電呢？其中一個關鍵咧就係選用定頻機啊，定係變頻機啦。嗱，定頻咧就係指壓縮機咧就只係得開同埋關呢兩個模式。咁溫度一到咧就會關機，回升翻咧就會再開。咁定頻機咧就會令到室溫咧唔係好穩定，而且經常開關咧就會令到耗電量更大。咁不過佢嘅售價咧就會比較便宜。至於變頻式冷氣機咧，壓縮機咧係會自動調速，保持恆溫而唔會一開一關。咁所以佢最大嘅好處咧就係電費可以幫你慳足40%。係長期去開冷氣嘅首選。嗱，咁雖然咧佢個機價比較貴，咁但係咧喺2-3年裏邊，你慳到嘅電費咧足夠咧就去抵消嗰個嘅差價。另外要慳電咧，就可以根據能源標籤去評估冷氣機嘅能源效益啦。咁就以1級嘅能源標籤為最高啦。咁1級嘅窗口機咧，就比起3級嘅窗口機咧，係可以節省11% 嘅能源；而1級嘅分體機咧，就比起3級嘅分體機咧，就節省36% 嘅能源。咁所以買機嘅時候咧，就要特別留意能源標籤啦。咁而冷氣機之中咧，仲有比較冷門嘅選擇，就係冷暖空調機啦。冷暖空調機咧，就係冷氣機加暖氣機。咁佢嘅外形同埋安裝嘅方式咧，基本上跟傳統嘅冷氣機咧係冇乜分別嘅啫。同樣咧就係分窗口式同埋分體式嘅設計。佢嘅製暖速度咧係好高，亦都係比一般嘅暖氣機咧係慳電30% 嘅。嗱，咁仲有一種咧就叫做移動式冷氣機，可以擺放喺任何位置使用。咁不過咧佢就需要接駁一條風喉咧去到室外散熱。咁而最近英國咧就推出咗一部咧移動式有內置壓縮機，咁就唔需要駁喉，只係用水去散熱。不過佢嘅售價咧就係3/4匹窗口機嘅3倍價錢。嗱，咁跟住輪到咧就係選擇冷氣機嘅匹數啦。我哋會按面積同埋環境因素選擇相應製冷能力嘅冷氣機，亦即係所謂嘅匹數啦。咁要留意啦。匹數或者係 BTU 咧，就係冷氣機冷凍能力嘅兩種嘅量度單位。
咁大家咧就可以參考以下我所講嘅室內面積以及相應製冷能力嘅建議。例如50至70尺咧就係用3/4匹，80至100尺就係用1匹，110至150尺就1匹半，160至200尺就係2匹，210至250尺就2匹半，而260至300尺就係3匹。但係假如窗口西斜、樓底高或者係窗口分體式機散熱不足嘅話咧，建議買大半匹，否則咧就唔夠凍啦。咁嚟到呢一度咧，我就會俾大家幾個購買嘅 tips 嘅。咁假如咧你居住嘅單位咧係有石屎平台，最經濟嘅方法咧就係買窗口式機啦。咁大部分嘅機咧都係右邊出風，咁啊亦都有兩邊出風。而最近咧就亦都有日本品牌咧係可以喺同一個型號裏邊可以選擇右邊或者左邊出風嘅。咁假如咧你嫌佢嘈嘅話咧，就可以轉用窗口式分體冷氣機啦。咁按次序咧就係先換客廳嘅機，因為窗口機嘅匹數越大咧就會越嘈嘅。咁至於居住單位裏面咧，就預設咗有露台或者平台放置分體式嘅壓縮機。咁要換機，咁當然都係買翻分體式啦。而一講到慳電，咁啊無論係窗口機或者係分體機咧，都可以選擇變頻式。咁呢個都係大勢所趨。咁啊佢比定頻式咧係最高可以慳電40%。咁啊所謂小數怕長計。咁我寧願咧就係貴買平用啦。咁至於冷暖嘅空調機咧，我都覺得值得用嘅。假如咧就係要按次序換機咧，就會先換客廳嗰部。咁啊至少咧就全家人咧都可以一齊取暖啦。咁至於房間咧，相對咧就比較細，咁啊可以開小暖爐啦，甚至瞓覺嗰陣時咧就用電暖氈。咁選擇咧就比較靈活。咁假如咧喺狹窄嘅環境，例如廚房咧，只要有一個細窗做出風位咧，咁移動式嘅冷氣機咧係一個值得考慮嘅選擇。咁佢嘅製冷能力咧就係有1匹或以上嘅。咁至於咧係唔需要接駁風喉嘅冷氣機咧，佢嘅輸出冷氣咧係非常之有限，大約咧就只係得1/4匹至到1/3匹左右嘅啫。咁用起上嚟咧，我就怕期望越大，失望就越大啦。到最後就係牌子嘅選擇啦。咁希望大家咧唔好對某一啲嘅牌子有偏愛或者係偏見。最實際嘅咧就係上網參考近呢1-2年咧用家嘅口碑同埋意見。嗱，咁買冷氣機咧係冇需要統一買單一個牌子嘅，只要係某一個匹數嘅機款係有口碑嘅咧，就值得購買噶啦。嗱，咁今集嘅內容純粹都係用作參考，歡迎留言交流。咁喜歡呢條短片嘅朋友，請你俾個 like 我，順便咧就係分享出去，同埋撳埋個啷啷訂閱呢一條嘅頻道。我係 VC，下集再見啦。